乌盐、番薯盐，大家都食过，不过唔是食过火龙果蔓延外口味的盐类么？也係以前上個巧妙事業嘅種風苗，韓國陸客人強下打造嘅創意巧味，被全台灣唯一有專利認證嘅喲。種風苗4年前能結婚，就帶動家位利用下班過後嘅時間，擺大麥買鹽呢。一旦堅持用在地小農出產嘅農作物來做食材，做出安全、天然又一等次嘅手工鹽呢，唔但將人客食到保證天然嘅好味思。一等自家嘅人生比韓國精彩又豐富。烏嘅鹽韓國番薯鹽係時尚嘅裸體豆腐花，冇就係小心錯地高嘅東西。不過也本身冇相同，烏麻鹽、吊水色嘅番薯鹽，還有黃色嘅番薯鹽、烏嘅鹽、火龍果、麥鹽、梅鹽，五種嘅口味攏係用手工做出來嘅。食材不安講係因為用嘅攏係在地天然嘅食材。苗栗在地食材為最基本的考量，然後其實再來就是食材的話就是新鮮。就是從他們挖起來到我們要製作，其實基本上不超過2天時間。其實寫好嘅係工業設計，也係喺延期上班。講起大係茶工我之上嘅阿苗、種風苗，一直希望喺專業嘅投入以外，再個尋出路。想要做生意，想個目的要做嘛個生意啊，想說剛好拄好有較有甲邊上送來啲番薯加烏嘅，那就跟我老婆講說，我們就來做看看啲烏嘅鹽。從細就係阿婆土太嘅種風苗，對阿婆做嘅烏鹽真有印象。1804年2年嚟爭結婚，5年嚟就取得將佢一睇農事地度阿婆嘅米絲結合在地嘅食材，帶定寬態度嘅家種有用，開始利用料理擺大麥賣烏鹽韓國番薯鹽，開始巧妙起大嘅事業。張開始嘅下，除了用過手，韓國阿苗堅持愛安全、愛持、愛天然，是為了理財愛短，家鄉苗栗的小農，去年就係佢新食材一點讚嘅年頭。他當初就是在找地瓜啦，他去跟他買那個藕銀啦，就在問問就是我們有種啊，我們種的不是旱地是田吶，這個是旱地，我們種的地瓜是蠻漂亮的。你那個奶是蠻多的呢。就是紅色就會有，它的汁會比較偏多一點。對啊，所以它會比較軟一點。新時期呢，一腳頭嘅，將喺沙地地度嘅番薯改起來，交俾阿苗。條蛤蟆第一阿苗睇前番薯做假身，就切打走去同佢講，佢不卡中有番薯好賣。下後兩個人就變做為相互合作嘅盤。他給我們的貨，其實我們看的都還不錯，然後我們就委託他，因為就幫我們再收購其他後龍地區的農友的一些的番薯，這樣。我跟他合作應該2年至3年有了，我們就是大家互利嘛。他如果說他想要推出新的產品，我們如果可以互相配合的，我們也是可以一起互相配合，這樣對，就是不全地瓜這個部分。32歲喺出售廠工作嘅朱家生同阿苗共用，馬先出嚟技師兼做農民嘅茶工人生。喺陣搶做農做得有錢好賺，學藝不卡兒，佢最想嘅就係回到家鄉，用友善嘅方式來耕種。跟小苗一樣，它的野性會比較大一點。剛開始我們就是先從基本開始嘛，那我們就是循序漸進的，一直往上走。這個都要先把肉弄掉，這樣會比較好處理。然後削的時候有沒有，像它裡面有一些坑坑洞洞，都要把它弄乾淨。番薯將割下起來，一送到阿苗嘅木下，就開始洗槍來削皮切割，我準備去蒸。安尼將做得保持食材本單的食性，做出來嘅番薯鹽醬味又醬又甜頭。會燙？稍微習慣了。番薯醬整好就愛冇停頭嘅開始攪酥薯粉同麵團抹沙住，有啲時間甜到薯都黏唔好愛嘅，唔過仲要用講安尼醬做得做出有口感又有酥感溫度，會調起嘅番薯鹽。用手做，雖然我們產量出不來，但是我覺得客人吃到的
真的是比较好吃，所以我们比较坚持这一块。阿妹为妈妈面对的火龙果宴，阿妹又在家里爆满野毛的想法，编出了全台湾唯一有专利认证的火龙果满野毛宴。作为歌场最容易，唔过嘛系最多人还看到的哈以下的产品。我第2胎的时候，又特别喜欢吃蜜饯。他说：“你咧食蜜饯啊？蔓越莓你摕来把淋看卖啊好啊。”有好的创意，唔是讲嘛，要有当地的食材来上帮上添。火龙果蔓越莓，加个口味吼，酸酸甜甜就当好食，又也 QQ， 所以有就口感当好，然后又咬得到那红龙果的籽汁啊，脆脆的。也喺咧科技公司上班，提早为退休的想法，先讲电脑的中国人，系另外一个车工学之上。佢从来就冇想到，去大众的火龙果竟然会同人呢变出安好的面试。两啥都对食安当重视，拄好还有做个无毒栽培拄好佢有做个红龙果蔓越莓芋圆，这样开始合作样。创业4年的阿苗两公婆，总算有一大大妹，刚开始卖就来青岛等等爱吃盐的人下。Q 弟弟，真好做，做了真好食。从小有吃到大，不过当旧冇吃的，也吃到当怀念安尼。一定不好吃都不会笑。吃起来又 Q 又软，又有天然食材的好面食，是多位人用手爷爷感觉真幸福。转场来食。你最中意哪个口味呢？芝麻。还有那个含有跟火龙果，青好食，里边有包个蔓越莓啊，很好食。真好吃，就系味道也三杂事。阿苗两公婆一次请坚持盐的品质，虽然用手工作请多工又请麻烦，不过今日啥做都请欢喜，因为他也按照适时的盐的力度，有菜地的小农辛苦耕种的心意，还有今日两公婆恰工人生的精彩之美。